안녕하세요，람무입니다。大家好，我係 Lam 啊，歡迎大家嚟到我呢一個韓文發音規則嘅第3集。咁呢一個發音規則系列入邊呢，我就會同大家去分享一啲我覺得大家學發音嘅時候應該需要知道嘅規則啦，同埋同大家去 cover 一啲韓文初級嘅時候會學到嘅發音規則嘅。咁如果大家未睇第一集、未睇第二集嘅話呢，大家可以睇完先翻嚟啦。咁今集第3課呢，我哋就會嚟到呢一個硬音化、口蓋音化同埋 H 脫落呢一個環節嘅。咁如果大家見到呢個表呢，唔知發生緊啲咩事呢，可以翻去睇第一集先啦。咁我哋直接落去今日要學嘅呢一個發音規則硬音化啦。硬音大家記唔記得係咩嚟嘅呢？硬音呢就係譬如兩個 K 音黐埋一齊，兩個 B 音黐埋一齊黐住寫嘅嗰個加、打、巴呢一個就係硬音啦。唔記得又係翻去我呢一個免費嘅40音系列呢，有教大家嘅。咁咩叫硬音化呢？硬音化嘅意思就係話呢一個 KTP 組嘅收音遇到後面嗰個子音，如果係平音嘅話呢，後面嗰堆平音呢要變成硬音嘅。咁所謂嘅平音呢，就係呢5個啦，大家可以留意翻下面我個表指住平音嗰5個子音。咁前面嘅所謂 KTP 組嘅收音係咩嚟㗎？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呢？我教大家40音嘅中音嗰個部分嘅時候有講過啊。韓文嘅中音呢，只有7種嘅啫。即使佢嘅寫法咧千變萬化，但係讀出嚟嘅咧只有7種。嗰7種咧係 P、T、K 啦，然後係3個鼻音 N、M、NG， 最後仲有 L， 係啦。咁即係話咧 P、T、K 組嘅收音咧，其實就係你只要將 N、M、NG 同埋 L 呢4粒子音 delete 咗佢。仲有呢個 H 音都係唔包括嘅，係啦。delete 咗呢5個例外之外咧，其他所有拍簽後面遇到平音嘅時候，後面個平音都一定要轉做硬音。咁當呢一堆收音遇到後面係平音嘅時候，後面嗰粒平音咧要變成硬音，係啦。講完大家都可能唔知我講咩嘅。最快嘅方法咧都係睇例子啦，係啦。第一個例子학교學校啦。第二個닭고기雞肉啦。第三個있다有喺度咩意思？跟住왔다係嚟咗。最後一個국밥係湯飯嘅咩意思？大家留意到呢，佢哋嘅拍簽黐住後面嗰個平音嘅話，後面個平音呢就會變成硬音啦。咁呢一個呢，我建議大家呢都係聽一個單字去學一個會快過大家逐個去諗住去轉嘅。咁我哋嚟個小測試啊！如果大家見到呢3個字，大家會點樣去發佢嘅音呢？俾個提示大家，呢一個發音呢係需要轉2次嘅，佢係需要 apply 2次規則先得嘅。咁大家可以 pause 下，停下諗下先啦。咁趁呢個時候呢，等我哋賣下廣告咯。大家呢，如果想跟我學更加多韓文嘅話呢，歡迎去了解下我嘅香港人嘅韓文初級班。咁呢個連結呢，我就放咗下面概要欄啦。如果有興趣嘅大家呢，可以去睇下啦。另外一路睇呢，一路覺得話好亂啊，我唔記得晒啲40音嘅朋友呢，可以重新去睇下我呢一個 YouTube 嘅 playlist 啦，有40音嘅免費教學，會由頭到尾教大家韓文嘅40音嘅。係啦，好啦，翻嚟呢一個小測試先啦。小測試咧，呢一個小測試呢個字呢，首先第一個 apply 嘅呢係呢一個基本嘅連音規則啦。記唔記得我喺第2集嘅時候講過，如果後面有個波波，咁前面呢嗰個雙子音呢，要將比較近波波嘅嗰個子音咧褪去後面嘅，然後就 keep 翻第一個收音咧喺自己嗰個位嗰度啦。咁即係話呢一個呢，首先會變成 up，跟住 so， 跟住 yo。咁但係咧呢一度再要 apply 啲乜嘢呢？大家留意下喎，第一個字 up， 佢係一個 B 音啦，佢係一個拍簽啦，後面接住嗰個子音係一個 S 音，係一個平音嚟嘅喎。咁即係我哋啱啱學嘅硬音化，我哋要將佢讀 opsoyo 硬音化。咁即係話呢個字入邊呢，首先我哋 apply 呢個連音規則啦，跟住我哋再 apply 呢個硬音化啦，最後先至會變成呢個 opsoyo 嘅。跟住呢，我哋嚟到呢一個有氣音化啦，呢一個呢就會比前面嗰啲簡單少少。有氣音化
記唔記得呢？我第一集嘅時候同大家講嗰個例子啊，即係你擺張紙巾喺度啪啪嘅時候，一噴氣嗰啲呢，就叫送氣音啦。有氣音化意思其實呢，就係話將一堆平音變做呢一個送氣音。咩情況會觸發呢一樣嘢呢？就係話將呢一堆平音遇上呢個 H 音嘅時候，H 音係一個好重氣音嘅音啦，係咪？咁就係將呢堆平音，如果佢哋遇上呢個 H 音好多氣嘅音嘅時候呢，佢就會變成呢一個送氣音啦，就係呢個有氣音化啦。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呢？第一集呢，我有呢一個表啦，有一堆表俾大家嘅，其實可以 follow 翻啦。上面個平音有氣音化嘅時候，就會變成下面呢一個送氣音。咁點樣會觸發呢樣嘢呢？就係當佢哋遇到 H 音嘅時候，佢就會變成呢一個送氣音啦。咁我相信呢一個都比較直覺少少嘅，咁我哋就嚟睇下啲例子啦。譬如話第一個입학入學啊，入學，即係如果我哋將呢個發音規則咧 apply 落廣東話咧，我哋明明會讀入學噶嘛，就會變成入學咯，入學係啦，佢會將入學變成入學咁嘅意思。唔知大家會唔會易明少少咧？入學係啦，입학，跟住咧就係먹히다，將第一個字먹嘅 K 啦，轉咗去後面個 H 音黐埋一齊，變成送氣音嘅 K 音，變成먹히다。跟住第三個，大家會經常都會聽到噶啦，축하就係將個 K 音同後面嘅 H 音夾埋，變成一個送氣音版嘅 K 音啦。跟住咧係百貨店啦，百貨公司啦，佢哋係讀백화점，就係將個 K 咧拎佢後面個 H 音，變成一個送氣版嘅 K 音啦。백화점。再睇多啲例子啊！今次調翻轉啦，就係呢個 H 音喺前面嗰粒字度遇到後面嗰一堆係平音嘅字音嚟嘅。譬如話第一個이렇게，第二個좋다，第三個싫다，第四個많다，第五個괜찮다。好啦，跟住咧呢個有氣音法啦，再嚟睇多啲例子。今次咧就係呢一個 S 音啊，人仔咧黐住 H 音嘅時候咧，佢會變成 T 音，他呢個音。我哋嚟睇下呢一啲初級必定會遇到嘅呢個例子啦。好啦，第一個깨끗하다，第二個따뜻하다，暖啦。第三個못하다，第四個비슷하다，仲有一個잘못하다。總之咧，大家見到如果係人仔黐住後面有個 H 音咧，你只要將佢讀做 T 音就可以啦。跟住嚟到呢個叫做口蓋音化嘅嘢啊，咩叫口蓋音化咧？口蓋音其實係韓文嚟嘅，其實咧等於呢一個表入邊嘅硬樂啦，即係呢個音啊，C 我哋平時英文咧 CH 音嗰個位置，咩意思咧？就係咧呢一個 T 音呢兩個字音啦，當佢哋遇到 E 同埋 yo 嘅時候咧，呢個 T 音咧會變成 CH 音。第二個條件咧就係當呢一個 T 音遇上 he 嘅時候咧，佢又會變成 CH 音。呢個規則咧，我就唔係好建議大家背啦，因為佢哋有呢一個狀況出現嘅嗰啲單字咧，初級嚟講咧都好有限，所以咧大家直接記咗呢幾個，大家直接記咗嗰啲單字咧，可能會比較快少少。第一個最經典嘅例子係咩啊？같이，我哋一齊去做某樣嘢啊！같이 밥 먹을래？같이 갈래？嗰個같이，如果咧大家直接睇呢一個單字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你好容易會讀做같이。但其實咧佢就會讀같이。咁跟住咧就係굳이係咩？即係唔使搞咁多嘢啦，굳이咁啊굳이嗰個굳이，跟住咧就係完結嘅끝，但係呢個끝當佢黐咗呢一個助詞 e 嘅時候咧，佢就會讀끝이。
끝이 보인다。끝呢個名詞嚟嘅，接住呢個 E 卡嘅 E，끝이 보인다。끝이。跟住仲有一個搭地鐵成日聽到嘅문이 닫힙니다。문이 닫힙니다。닫히다。咁嚟到最後呢個H 音脫落 ，H 音脫落係咩嚟嘅呢？其實就係話咧，當呢個 H 音咧遇到後面個圈圈嘅時候咧，佢就不發音。前面我哋咪講過咧，譬如話當個拍簽啦遇到後面個圈圈嘅時候，會用到呢一個基本嘅連音規則噶嘛。但係咧佢係不適用於呢一個 H 音嘅。咁即係話第一個發音啦，錯啊喲，佢唔會讀錯哈喲。佢唔會讀싫어요，佢係讀좋아요，싫어요。第三個例子많아요，第四個例子안아요，第五個例子싸요。你會聽到咧呢五個例子入邊，雖然佢寫咗個 H 音出嚟啦，但係個 H 音咧係唔發音嘅。咁跟住落嚟咧，呢一個 H 音嘅動詞練習，我想同大家 point out 一樣嘢咧，就係因為頭先嗰個좋아요、싫어요嗰一堆入邊咧，唔係話個 H 音唔發音嘅，但係咧視乎於呢一堆字佢哋係咩 tense 啦，即係佢哋原形啊，定係我哋接啊啊，定係咩狀況之下咧，佢哋後面嗰個字嘅發音嗰個發音規則會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就希望想同大家咧去練習一下。譬如話呢一堆 H 嘅動詞，當佢後面接唔同嘅韓文文法嘅時候，佢哋會點樣發音呢？咁如果已經學咗比較多韓文嘅朋友咧，可以 pause 嚟試下啊。咁喺呢一堆字入邊呢，即係藍色係原形啦，黑色咧係當佢哋後面接咗唔同嘅文法需要嘅字嘅時候，佢哋會分別係用呢一個有氣音法或者係 H 脫落嘅兩種唔同方式嘅。咁我哋嚟睇下chutta嘅發音先啦。第一個chutta頭三個係有氣音法啊嘛，咁即係話咧，佢哋個 H 音咧會黐咗落後面嗰個子音嗰度，變成chutta，跟住좋지，跟住좋고，仲有一個좋아요咧個 H 係脫落嘅。除咗呢一個脫落嘅之外，前面嘅三個都係有氣音法。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呢之後呢個例子啦。싫다、싫지、싫고、싫어요。前面三個係有氣音法，後面一個就係 H 脫落。最後一個많다、많지、많고、많아요。係啦，大家咧記住呢個 H 收音嘅動詞啦，當係接他、치、코嘅時候咧，就會變成他、치、코，即係將個 H 音黐住後面啦。當佢接啊喲啊嘅時候咧，佢就會變成 H 脫落嘅。係啦，大家唔好搞錯咯。係啦，咁樣咧同大家講咗好多發音規則啦。其實我每一個都叫做比較 roughly 咁樣講啦，因為實在太多例子。大家比起去背嘅規則咧，其實只要大家知道個規則，再去讀去聽咧，就會比較就 OK 噶啦，唔需要話強迫自己見到任何一啲單字係合乎呢一啲規則，就要識得點樣去轉。你知道佢存在就可以啦。係啦，我讀咗10幾年咧，其實我有時都係問到呢個係咩規則嚟嘅咧，有時都醒唔起，所以大家咧唔好對自己太 harsh， 一對自己 harsh 咧就會冇興趣讀語言嘅啦，係啦。記到邊度就記到幾多就記到幾多就幾多，一路溫書咧，大家自然而然地就會已經會 pick up 咗好多要記嘅發音規則噶啦，係啦。咁樣咧，一連3集咧，同大家講咗好多關於發音嘅嘢啦，希望呢3集可以幫到大家啦。咁如果另外咧，如果呢一個系列幫到大家嘅話咧，記得分享、訂閱、讚好、留言啦 ，share 俾啲朋友睇啦，一齊去學啦。另外咧，如果我嘅片咧幫到大家嘅話咧，大家又對我嘅韓文班有興趣嘅話咧，希望大家可以去睇下我嘅香港人嘅韓文初級班呢個課程啦。咁關於課程嘅內容，我就放咗喺下面嘅概要欄度，大家可以去參考下噶。咁我哋下次見啦，拜拜。